在嘉義市的文化夜市呢，有遊客是買這鹹焗卵來食，結果一包呢12粒內底煞有5粒，其實攏無熟。這業者表示講真歹勢，講迄天呢是這年會有較大的時段來到購店，所以料理的過程無處理好勢，唔才會安尼生。落尾呢是願意補一份新的予人。為夜市買回來鹽焗煙吞卵完全攏無熟。生氣的民眾將相片放佇網絡發文，講伊開50塊買煙吞卵，12粒內底有5粒卵完全無熟。實際來到消費者知名的檔仔了解，業者表示非常歹勢，願意補一份新的。拿回來幫我們，跟我們說，我們馬上幫你做處理，還是看他是怎麼有需要什麼要求，我們也是會去做處理掉。尤其是在嘉義市的文化路夜市，要最近開始流行的鹽焗煙吞卵，煞拄到卵煮無熟。業者表示，伊的卵攏會是用電鍋煮好食，但是上頂面的溫度較無夠，伊講拄好是大夠大，唔知影暝角才發生這件代志。這樣子的部分，對，啊，蒸的時候就是它上面的這一層可能就熱度不夠。現在知影就跟老闆提醒啊，講這卵無熟啊。啊，咱若唔知影摕轉來吼，該死啊，都袂當食。業者指出，即馬煮的過程，較會造成這款問題，會來改用加速爐，互人客有無好的感受，非常歹勢。嘛強調，若是因賣出去的煙吞卵有任何問題，攏會當向因來反映，希望用上大的誠意來減少消費者的不滿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